大家好，今日係12月12號星期五。咁琴日咧，美國聯儲局咧就減咗息啦，咁就同市場預期一樣咧，都係減1/4厘。咁即係話咧，喺2025年咧，聯儲局喺9月開始咧，連續做咗3次減息行動，咁每次都係1/4厘。咁所以個幅度咧，全年就減咗0.75%。咁如果加埋舊年2024年咧，都係減咗3次息喎。時間上咧都係舊年嘅2024年嘅9月開始減到12月，跟住就停咗。只不過咧，舊年嘅3次入邊咧，有一次咧係第一次比較多啲嘅，就減咗半厘。咁所以舊年嘅減息幅度咧就係1%。咁即係話咧，由舊年到而家呢一刻咧，一年鬆啲嘅時間之內咧，咁就總共咧就聯邦基金利率就下調咗咧1.75%。咁而家咧就處於3.5同埋3.75呢個水平。好啦。咁就市場就個反應咧就唔係話特別叫做好激烈啦，因為始終都預期好耐啦。咁同埋咧嗰個減息呢個咁樣嘅所謂叫做催化劑咧，都已經炒到咧，基本上咧都叫做去到都踩盡油門咧，其實都冇乜 output 㗎啦。OK， 咁而家嘅希望咧就係2026年，咁啊會唔會繼續減咧？咁聯儲局嗰個議息聲明咧俾出嚟嗰個睇法咧就係都會減，不過咧，大家就唔好開心住，因為咧減咧其實都係有限度嘅啫。咁就根據個點陣圖嗰個預測咧，咁都係減一次，最多唔超過2次。咁如果你再將佢推耐啲咧，去到2027年咧，咁嗰個減息嗰個次數都係1次喎。好啦，咁呢樣嘢咧就有一個幾得意嘅地方，就係話咧，2026年5月大家都知道咧，就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咧就會 step down，咁就離任啦。咁就呢段時間咧，就風風火火咧，咁就特朗普啊，同埋呢個財政部長咧，就不斷咧就話咧已經揾到適合嘅人選接任啦。咁就特朗普仲話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有一個即係非常之厲害嘅人物將會出任啦。好啦，咁喺呢一次嗰個議息聲明入邊咧，咁就9票對3票，9票贊成，3票反對。咁反對嗰3票入邊咧，有一票咧就係Stephen Moran，咁呢個就係特朗普安插入去聯儲局入邊咧。就希望可以改變到佢哋嗰個叫做減息嘅步伐比較快啲啊，進取啲啦。咁所以其實佢每次反對咧就唔係反對減息喎，係反對咧減得太少，就希望咧減多啲。咁今次佢講咧就希望 double 嘅，其實應該減半厘嘅。好啦，咁就其他嘅2票嘅反對都係話咧唔應該減，應該維持嗰個息率不變。好啦，咁就住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去睇，咁對於2026年嗰個聯儲局減息嗰樣嘢咧，其實應該有個乜嘢嘅，即係叫預判咧？我個人嚟講咧，我就覺得呢個美國嘅減息週期咧，其實已經近尾聲。好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咧，而家美國嗰個通脹率個 CPI 或者個核心通脹率咧，都係介乎喺3% 左右。咁今次咧將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咧減到落去3.5厘呢啲水平咧，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再大幅度減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同呢個通脹率即係持平。咁如果真係出年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好似頭蠻牛咁樣，仲淨係聽命令咁啊不斷係咁狂減嘅話咧，咁分分鐘咧你減多3/4厘或者1厘咧，咁你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咧就會低過嗰個通脹率，咁變咗個實質利率都係負數。咁負數有咩問題咧？都冇問題嘅。咁大家就會覺得咧，就既然係咁咧，咁買資產咧就似乎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啦。咁就會刺激翻啲資產價格，包括可能係債券啊、股票啊，或者一啲叫 asset 實物嘅資產咧，包括虛擬貨幣、黃金都會升，因為你個 funding cost 咧其實係等於你借錢係唔使俾利息咁解啦。好啦，咁呢個情況會唔會發生咧？咁就如果係以一個叫做人常理推測咧，咁應該咧就係唔會嘅，因為咧你除非有好大嘅一個叫做經濟嘅理由，或者咧啲叫預判，包括經濟嚴重將會衰退啊，關稅重臨啊，跟住咧就全球咧個陷入一個通縮嘅情況咧，咁你先至可以咧就將嗰個利率就大幅度減低。好啦，咁而家究竟會唔會發生呢樣情況咧？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都冇水晶球。不過如果喺數字上咁樣睇咧，咁美國嘅減息空間實在就非常有限，除非就好似聯儲局今次嗰個議息聲明入邊提到咧，對於明年咧嗰個經濟預測咧，佢哋覺得係有增長嘅，由之前嘅一個可能係增長1.8% 嘅 GDP 咧，就調高到咧增長2.3%。
咁喺嗰個通脹預期咧就會回落到咧2.4，好啦，咁即使你落到2.4咧，即係多翻半厘啦，咁即係話你全年可以再減多1%咧，就啱啱好咧，又同嗰個通脹率大家咧就叮當碼頭。不過個前提就係咧，通脹率要回落，好啦，咁通脹率要回落嘅前提就係話咧，物價成本嗰個一啲包括可能原材料啊、燃油一啲資源性啊，或者嗰個可能個經濟非常之好啦，經濟非常之差，咁咧所以啲物價要減，咁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咧？其實你睇翻2025年咧，都好似一個叫做預演咁樣啦。咁你由年頭特朗普入主白宮4月咧就開徵全球關稅，中間反反覆覆兜兜轉轉，不斷咧就重複有框架協議定咗落嚟咧，最後又要走翻司法程序咧。美國上訴最高法院都未判定究竟特朗普運用總統權力去徵收關稅係咪違憲，咁呢個都仲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咁即使你話唔緊要嘅，咁如果法院判咗違憲，咁啊財政部長就話咧，我哋有其他嘅方法咧，可以咧做翻同樣嘅效果，又係去加稅。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中美嗰個貿易戰咧，而家就其實停咗1年嘅，去到出年嘅年底即係11月咧，先至會咧就重新咧即係再傾。咁可能係出年嘅下半年開始會醖釀呢啲咁嘅情緒，咁嘅談説法啦。不過中間其實都有差唔多大半年咧，就處於一個叫做無關稅嘅狀態，因為中美兩個全球最大嘅經濟體咧，就唔會再喺關稅呢個議題上咧，就有啲叫短兵相接啦。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覺得咧嗰個任何嘅人選入主白宮咧，佢嘅能夠即係叫做操作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有限。咁你話佢如果係真係癲咗咁樣，淨係聽下特朗普嘅説話係咁狂減咧，咁呢個其實會唔會發生咧？個前提就係個市場會有一個反應，就係話，如果佢不理性地瘋狂咁減，而嗰個通脹率又唔回落咧，咁你嗰個反效果就會出現，大家對個美元個體系啦、美國經濟前景咧嗰個信心就其實會動搖啦。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就會令到個美元嗰個匯率咧，可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叫做貶值幅度。咁呢樣嘢其實都唔會對美國資產市場咧有幫助嘅，因為咧其實你所有美元資產都係美金計價㗎嘛，係咪先？咁你贏到股票，但係咧就輸咗嗰個匯率。咁全球嘅資金點樣去部署？係咪真係會進一步擴大嗰個資產分配，調動多啲去海外叫 non-US 嗰個 sector 咧？咁呢個都係要觀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嗰個減息週期就真係咧就接近尾聲。即使2026年再減咧，個幅度都唔係大家所講嘅，就換咗人選咧就可以瘋狂咁減。呢個係不切實際嘅想法。其實由舊年到而家咧，即係個市場同嗰個聯儲嗰個操作咧，實質上咧都已經有一個好明顯嘅分歧，就成日都係咧市場估多咗，或者係個聽到啲 noise 啲聲音咧，一定係減得多，減得好激烈。咁結果出嚟就係話咧，2024年減3次，減1厘，咁好多咩？其實唔多喎，因為你睇翻聯儲局2022年加息嗰下，去到2023年尾咧，佢喺咁短時間咧17個月，佢加咗5厘5% 以上喎。而家你用咗1年嘅時間，減翻可能就話講緊係減到1.75咧，咁其實咧就係加多減少嚇，咁呢個就係個實際嘅情況。咁再睇翻以前啲利率週期啦，咁你可能喺我入行做交易員嗰陣時咧，你每一次由1980年開始去到可能2000年啦，咁每次呢啲加息或者減息週期咧，佢成個運行嘅時間咧都需要3到4年嘅。好啦，自從格林斯潘大刀闊斧咁就因應翻可能科網股啊、911啊，跟住去到2008年金融海嘯啦，跟住咧就直升機掉錢落嚟啦。好啦，咁所有呢啲咁樣嘅週期咧都縮短晒，咁其實都係2年到或者係年半到就完嘅。好啦，咁今次其實都行咗1年零3個月。好啦，咁就去到出年嘅呢個聯儲局人選換屆咧，就啱啱好咧就2年超過2年啦。好啦，接近2年啦。咁我又唔會覺得個利率週期咧喺呢度可以延長到一路減息減到可能係2026年尾27年都有同樣幅度嘅減息，應該就唔會，因為咧實際上係有通脹喺度，同埋關稅呢樣嘢咧都係一個揮之不去嘅一個議題啦。特朗普入主白宮要全球徵收關稅，佢承諾可能話預期咧有7000幾億嘅額外收益。咁而家呢個關稅個框架就簽咗，但係就未落地嘅，即係好多都未落地嘅時候咧，佢個收益其實就真係達唔到嘅呢個預期嘅。咁同一時間咧，佢又應承咗要派錢俾啲美國市民，係啦。咁所以咧1加1減咧，其實咧個赤字就會進一步擴大。咁所以咧呢個
美國減息呢個咁樣嘅叫做因素咧，喺2026年咧嘅投資市場入邊咧，應該個比重咧就會係減輕好多，同埋咧會慢慢淡化。咁我自己就覺得個減息週期應該就你話就算唔係完咧，繼續慢慢拖下再減下咧，嗰個幅度其實都係非常之細，唔係大家諗到嗰種叫做換咗人咧就可以瘋狂咁減息。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不切實際嘅想法。咁另外咧就今日就想講翻一單咧關於內地房地產商嘅一個議題啦。咁其實咧幾年前咧呢個內房債爆煲之後咧，咁當時咧其實大家就話哦，原來咧即係話真係咧以前所謂嘅大到不能倒咧，好似恒大呢啲咧，結果就死咗，唔止死咗，仲係死咗一大片，包括周邊好多內地房地產商。咁其實當中咧有一間內地房地產商咧就堅持捱咗咁多年咧，直至到去年咧2024年咧先至出現咧赤字，就係萬科。好啦，咁萬科咧喺下個星期一咧就有一筆人民幣嘅債券到期，咁而家就係努力緊咧，就咧希望爭取到可以延期啦。咁就同一時間咧，咁喺較早之前咧喺呢個爭取嗰個延期當中，梗係要攞啲新嘅貸款翻嚟啦，去到支撐啦。咁其實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公布咗咧，就有一個叫做國企或者係叫國家背景嘅一個集團咧，就俾咗啲承諾咧，就幫助佢哋。咁當時嗰個貸款咧就31億。咁其實咧就啱啱琴日就落呢份咁嘅文告咧就出咗嚟啦。咁其實俾錢佢嗰個咧都係佢嘅最大股東，就係深圳市地鐵公司。好啦，深圳市地鐵公司咧就係2017年開始咧就入股萬科集團，跟住咧就係佢最大嘅一個叫做支持者啦，亦都咧從而咧就令到佢資金咧開始盤活咗，咁就一直咧就嗰個表現咧其實都叫做 OK 嘅。咁但係呢一份文件入邊咧，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咧就睇到就係咧，原來呢一次個貸款31億咧，其實萬科攞咗28億㗎啦。好啦，咁但係個貸款條文咧先至令到市場有少少就震驚，就係話咧，其實唔係一個叫做無限度支持，佢係有一個限度嘅，就係話咧，萬科要不斷咧要提供多啲抵押品俾佢，先至攞得到呢個咁樣嘅貸款啦。而且咧，深圳市地鐵公司咧，似乎係設咗個上限咧，就會無止境咧不斷咧就支持萬科，咁所以咧令到個市場就覺得，咦，其實呢個 risk 咧開始越嚟越大啦。咁睇翻萬科佢而家咧嗰個總數咧有大約係呢個700億500億呢個咁樣嘅 outstanding 嘅債務啦。咁其實咧其中有70億咧就係一啲叫做海外美元債。好啦，咁就睇翻佢2027同2029到期嗰啲債券咧，其實而家跌到落去咧得翻20，即係2個仙，即係2毫子，即係話1蚊嘅嘢咧，而家得翻2毫子，咁即係冇咗80% 㗎啦。好啦，咁會唔會真係最終個命運就係同其他嗰啲內房商一樣咧，都係歸於可能係 bankruptcy 啊債務重組咧？咁個可能性咧其實都好高，因為咧而家其實因為嗰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佢其實就好難攞到貸款嘅。咁好多地區性銀行又好，或者國有銀行咧，其實有一個都唔係太願意貸款，因為你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內地嗰個即係個房地產市場咧個價格咧，其實咧即使你話跌到咁低咧，即係由疫情之前到而家咧都跌咗可能1/3有多，甚至乎有啲過一半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叫做未揾到係咪真係 confirm 有個底出嚟啦。咁你見到其實咧全個中國嚟講咧，好多嗰啲主要城市嚟講咧，其實個房價都係偏軟嘅。好啦，咁亦都好難講到話即係會唔會真係有得反彈。咁所以咧，萬科究竟能唔能夠即係渡過呢個咁樣嘅即係嗰個危機咧？就係我哋要等下個星期咧，即係話佢第一內地嗰筆債咧係咪究竟可以爭取到延期？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其實嗰個違約或者債務重組嗰個風險咧就非常之高啊！咁再一次印證咗咧，呢啲喺投資市場入邊嘅一啲故事咧就不斷重複嘅。大到不能倒呢啲咧，即係我諗真係大家就以後咧就千祈唔好信。唔係信者得救，而係咧就通常都唔係有太好嘅下場。